一種同登革熱相似嘅病毒正喺巴西同古巴傳播。本國嘅聯邦政府就呼籲飛往中南美洲旅遊熱門地區嘅國民要採取預防措施去保護自己，因為該病毒可能致命。張國業嘅報導。奧羅普切熱症常見於熱帶森林地區，1955年首次喺特立尼達島被發現。該病毒主要透過一種被稱為蠓嘅小蒼蠅以及某啲類型嘅蚊叮咬傳播。若然不幸感染，佢嘅症狀同登革熱相似，包括高燒、頭痛、肌肉同關節痛、皮疹同嘔吐，通常持續3至6日。重症者會出現腦膜炎。該病毒曾經喺中南美洲同加勒比海地區傳播，但今年病例數高於預期。截至上個月20號，世衛報告已經有超過8000宗確診病例，其中有超過7200例喺巴西、玻利維亞、秘魯、哥倫比亞同古巴等以前從未有發現過嘅地區。今個星期，美國官員宣布，截至今個月16號，從古巴返美嘅旅客中有21宗奧羅普切熱症病例。對此，本國聯邦公共衛生局更新外遊健康警示，建議飛往古巴等熱門地區嘅國民要採取預防措施，防範傳播罕見而且可能致命嘅奧羅普切病毒昆蟲。同時建議最好喺旅行前至少6個星期到醫療機構諮詢，獲取個人健康建議。聯邦政府會對病毒進行快速檢測同監測，加強公共衛生預防措施。